若讲到这个庙会示警、放炮啊、放烟火嘛，要真注意。嘉义梅山一间宫庙有一团为台北来的进香团，这个炮啊、歌是团有够多。这个点都是蹦甲变叫，结果甲一个随团压灵旗的乡亲是蹦甲半身2度到3度烧烫伤。若讲到即摆有袂少的庙会是用放炮啊、放烟火来展现神威，讲若放愈多，神明就会愈兴旺。有民俗专家讲安尼唔对哦。过去这个庙会是烧竹啊，也都是蹦竹来通知信众讲神明得要到位咯，绝对唔是像即摆安尼咧拼场咧展神威。敢毋是去画面看到进香团的团员放真侪罐的炮仔伫咧涂骹，煞咧甲炮仔点好倒。一个摕机仔的查甫信徒煞伫咧即个时阵行入去炮仔内底，被演规个甲服掉话，炮仔嘛去射着伊。伫咧昨日下晡，为台北来进香团参访嘉义县梅山乡即间宫庙，56岁姓洪的查甫信徒对团来，想要到行入去庙的时阵，红爆甲着伤。我直接跑，我才惊啊！伊就跑伤济啦，放伤济。查甫信徒尾仔红送去病院，皮肤有45拍的2、3度烧烫伤，住伫咧烧烫伤中心治疗。进香团放的炮仔敢有超过法定的数量，消防局会继续做调查。即摆庙会活动拢会放炮仔，放愈济，敢若就代表阵头愈大。不过根据民俗专家讲，过去的放炮仔是通知信徒神明要我来啊。烟火的时候没有火药，其实就是用臭竹啊，竹凑了一堆，砍了一堆，把它烧起后，哔哔表表叫爆竹。认为说炮放愈济，代表说这个神明又更神威、更兴的意思。其实这种在民俗上是不足取。放真侪炮仔，毋若污染所在，嘛可会发生意外。民俗专家讲，有虔诚的心就好，绝对毋是伫咧比拼场。